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咁對於青年人嚟講咧，其實置業係安居樂業啦，同埋佢哋向上流動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咁亦都係咧，佢哋會唔會考慮去生小朋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咁我同新社聯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建議咧，都係希望可以完善呢個青年嘅置業階梯。咁剛才局長都提到啦，房委會都推出咗青年計劃啦。咁40歲以下嘅白表抽居屋咧，係可以抽多一個號碼。咁我係想問下其實未來政府會唔會考慮都設立一個具體嘅 KPI 咧，去檢視翻其實相關計劃嘅一個成效？唔該，局長。多謝主席，多謝譚議員。其實過往我哋都真係同社會大眾一樣好關心年青人置業，所以剛才你哋都聽到喺個主體答案有一系列嘅措施咧，都係針對幫助年青人。喺年青人俾多一個號碼佢哋去抽居屋咧，呢個我哋係喺居屋嘅2025會開始嘅。咁我哋會搜集一啲嘅數據啦，睇下嗰個成效啦，同埋咧就係點樣去優化我哋嘅每一個項目嘅一啲嘅設計。好似頭先嘅解釋，我哋個房屋階梯咧其實係有好多嘅選擇，但係每一個選項咧相關亦都有一個互動嘅相關性。咁點樣就住每一個計劃，我哋再去調教令到我哋呢個階梯係符合到社會大眾無論佢自己本身嘅能力係乜嘢，佢都會揾到佢相關嘅可以係令到佢安居樂業嘅一個選擇啦。多謝主席。